一份全球獨家經理人合約追討超過1200萬港元。案件嘅一邊咧就話你違約，你欠我片酬；案件嘅另一邊咧就話根本份合約就係偽造嘅。呢個案件咧仲涉及不職專家買樓4000萬尾數，甚至乎咧俾法官質疑有人懷疑偽造文件。最後咧，張柏芝咧就勝訴啦。呢個案件原告咧不單止敗訴，仲要賠上巨大嘅律師費。今日就等我為大家拆解點解喺呢個案件裏邊法官會唔接納原告人嘅案情呢？喺明星合約糾紛嘅背後，真正致命嘅係乜嘢呢？同埋呢一個案件嘅判詞，對於所有嘅藝人、經理人合約，可以為大家帶嚟啲咩啟示呢？呢一宗咧係一個香港嘅高等法院案件，原告人咧就係余玉慶，第一原告；第二被告咧就係一間經理人公司嘅 AEG Entertainment Group 咁樣，呢個第二原告。而本案嘅被告咧就係大明星張柏芝啦。案件嘅原告人咧就聲稱咧喺2011年期間咧，張柏芝咧同埋原告人咧就簽咗一份全球獨家經理人合約，其後咧就喺14年嗰陣時咧就將呢份合約咧轉讓咗俾第二原告，係啦，第二原告亦都係原告人嘅經理人公司。咁咧就話張柏芝咧就違反咗呢份獨家合約。另外咧佢咧亦都簽咗兩部戲，亦都咧喺咁樣嘅情況底下簽呢兩部戲咧，亦都係違約嘅。於是咧就向張柏芝索償過千萬。張柏芝同法庭講咧，佢只係簽咗另一間經理人公司叫 HKAEG 嘅合約，唔係本案裏邊原告人公司。佢亦都冇簽過原告人所講嘅嗰份咩全球獨家經理人合約。後來佢有簽過一啲補充協議咧，但係嗰啲補充協議咧係喺誤導嘅情況底下簽。而所講嘅兩部電影咧，根本佢就冇收過斗零。所以呢單案件咧，其實咧係環繞三大個爭拗嘅。第一咧就係所謂嗰份2011年嘅個人獨家全球經理人合約究竟存唔存在嘅呢？呢個問題咧牽涉到整個案件嘅生死㗎啦。嗱，第二個關鍵咧就係有一份14年嘅補充協議，雖然阿柏芝咧就話喺錯誤誤導嘅情況底下簽嘅，係為咗稅務處理，係唔應該有法律效力嘅。但係法庭又點樣睇呢份所謂14年嘅補充協議呢？嗱，第三個案件重點咧就係所謂嘅兩部電影合約係咪違約啦？原告人話張柏芝收咗276萬訂金，張柏芝話斗零都未收過，簡直係一個講東一個講西。所以咧喺呢個案件嘅最關鍵咧就係法官點樣去睇呢個案件，一個係經理人，一個係張柏芝，點樣去評價呢兩個證人嘅口供？法官究竟點樣去考慮一個證人係咪可信嘅呢？其實法庭去考慮一個證人可唔可信咧，唔係一個抽象、太過主觀嘅評論，而係有一啲具體嘅考量嘅。我記得咧，我早輪咧就出咗一條片咧，就係講法官點樣去考慮一個案件嘅證人可唔可信。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睇翻我一啲之前嘅集數，係啦，裏面亦都有其他案例咧，去講出法庭嘅指引，法官點樣去考慮證人嘅作供。嗱，翻嚟今次嘅案件啦，法官咧就喺判詞裏邊咧就指出咧，原告人喺庭上邊咧多次改變佢嘅講法。法官咧就話咧，原告人喺呢個案件立案嘅時候咧，喺個狀書裏邊嘅講法咧，就話另一間 HKAEG 嘅廣告人公司嘅代理人公司嘅合約咧，係為咗滿足博納即係嗰間電影公司係啦嘅要求，所以咧嗰份合約咧係冇法律約束力嘅，係做出嚟俾電影公司睇嘅。佢喺立案嗰陣時講呢一套，但係到審訊嘅時候，佢又講另一套喎。佢話合約係張柏芝建議去簽嘅。電影公司根本就冇咁做過呢個要求，呢個係其中本案嘅一個好重要嘅關鍵。喺立案嘅時候講一套，喺審訊嘅時候講另一套。法官咧就喺判詞裏面講咧，如果呢個講法係真嘅咧，如果喺上庭嘅講法係真嘅咧，個原告人咧應該早就喺案件中段要做嘅陳詞啊、誓章啊、口供裏邊有提及到啦，但係冇，原告人冇咁做到，所以法官就認為經理人咧、原告人咧喺庭上面講嘢咧係臨時編造嘅，係唔可靠嘅。呢個係對於原告人第一個大嘅打擊。
另外一個關鍵嘅咧就係原告人究竟係咪信張柏芝嘅呢一個講法？原告人自己咧亦都講咗多個版本出嚟。原告人咧一方面咧就話同張柏芝係基於一個信任嘅基礎底下去簽一份全球獨家經理人代理合約，但係喺法庭裏邊咧另一方面咧又話其實我對佢唔係好有信任嘅咋。法官話呢兩種講法係冇可能存在嘅，呢兩種講法係有一個先天嘅矛盾嘅。你冇得兩邊擺嘅，所以亦都係因為咁嚴重咁削弱咗原告人喺法官心目中嗰個可靠度。嗱，另外第三個重點咧就係講緊即係張柏芝話要買樓啊，話要俾錢4000萬啊咁樣。法官咧亦都指出咧喺呢個部分咧有一啲呈堂嘅微信錄音裏邊咧亦都講咗曾經個錄音裏邊講過咧，原告人話呢4000萬咧係喺香港公司嘅戶口發出嚟嘅，係冇報稅嘅。係要做翻啲合約嚟解釋呢件事，否則咧就死得啦，甚至乎咧有機會咧涉及咧瞞稅啦。呢啲係喺 WeChat 錄音裏邊講嘅。但係到咗原告人喺庭上面作供咧，佢就話其實嗰筆錢咧唔係公司出嘅，咁可能咧錄音咧講錯啦嚇，自己咧冇機會去糾正啦嚇。咁所以法庭係完全唔接納呢個解釋嘅。法官話錄音裏邊講得出呢個語氣咧係好冷靜、好平常嘅，唔係立亂講，唔係似一時口快快講錯嘅。所以法官直指原告人喺庭上邊講大話，呢個再一次對原告人嘅案情造成一個重創。法官咧再指出咧，即係呢個原告人啦、呢個經理人啦，同佢細佬喺 WeChat 裏面嘅討論咧，就講緊製作一啲假嘅合約啊，簽翻一啲合約，仲要 backdate 嗰份合約啊。誤導稅局啊！法官形容咧呢啲咧反映咗呢位原告人咧嘅商業道德好低，直情係誠信破產。所以喺種種陳詞底下咧，法官講咧呢個原告人整體就唔係一個誠實可靠嘅證人，除非有可靠文件支持佢嘅講法，否則的話一面之詞，法官係唔會信佢。去到呢度單案基本上已經係一個句號啦。另外咧，關於有兩部電影，原告人所講話張柏芝收咗270幾萬嘅預支嘅款項，原告人喺呢個案件裏邊咧攞咗啲check 嘅 receipt 出嚟啦嚇，或者啲票頭票尾啦嚇，同埋咧銀行扣數嘅一啲記錄，但係咧就冇辦法去證明呢啲錢咧係實際入咗阿柏芝嘅戶口嘅，同埋咧根據嗰啲電影合約咧，呢筆錢咧係應該俾經理人公司，就係當時嘅 HKAEG 嘅，唔應該俾阿柏芝嘅直接。所以法官再認為咧，根本原告人就未能夠成功證明柏芝係收咗呢筆錢，所以呢一部分話張柏芝收咗錢嘅索償咧，亦都被駁回。所以法庭裁定原告完全敗訴，佢申索嘅數額全部被駁回，同埋兼且要負責翻柏芝喺呢個案件所牽涉嘅所有律師費，追唔到錢之餘，仲要賠埋柏芝嘅律師費添。嗱，呢個案件咧，為我哋帶嚟啲咩啟示呢？教識咗我哋咧，簽合約清晰都係要清晰。正式嘅合約咧係唔可以模糊㗎。即係當有好多間公司嘅安排咧出現喺一個合作嘅關係裏邊咧，如果對方嘅單位搞唔清楚咧，合約個單位寫到鬧教咧，好可能好易會出事嘅。法庭咧係會睇晒所有經過嘅通訊記錄，就算 WeChat 文字、WeChat 嘅錄音都可以成為一啲關鍵嘅證據。同埋咧喺法庭案件裏邊咧，證人嘅誠信咧係至關重要。法官一旦認為你係不可信嘅咧，呢個案件基本上審完㗎啦。嗱，另外第四咧，文件嘅真假咧亦都十分之重要嚇。如果文件有好多後補啊，又混亂啊嚇，咁咧亦都會令到法庭咧懷疑呢啲文件嘅真確性。嗱，所以呢單案件嘅真正嘅轉捩點咧，就唔係個合約裏邊嘅條文啊已經。而大家睇唔睇到啊？係兩個證人喺法官面前嘅可信性。當法官認為一個證人喺庭上面講大話，呢單案件就已經玩完。法律咧係接受人犯錯嘅，但係唔接受一個人咧係冇誠信嘅。